Kelly Tefano, welcome back！ 大家好，欢迎回到一周的视频工作室。在上一期视频中，我们介绍了南半球的冬季女神 Takurua， 以及在冬天这个季节中，毛利人的祖先和大祭司是如何观察 Matariki 星团。那么今天，让我们一起聊一聊毛利新年 Matariki。你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吧。在每年大概7月份左右，Matariki 星团会出现在东方的天空上，它其实就是昴宿星团，也就是中国古代所称的昴星。而在其他文化中也有对它的描述，比如说在日本文化中的 Subaru， 它的汉字也是昴这个字，以及西方文化中所称的 Pleiades 星团。按照毛利部落的不同，对于 Matariki 星团的描述也不尽相同。有些伊位认为 Matariki 有9颗星，其他一部分伊位会认为 Matariki 是由7姐妹组成的。下面就由我来带大家一起逐一认识一下这些星星吧。首先就是母星 Matariki。传说中 Matariki 嫁给了掌管星星的神 Rihua。作为 Matariki 星团的母星，它象征着希望、健康以及连接祖先。下面3颗星星我要一起介绍，它们分别是 Waiti、Waita 和 Waipunalani。把它们3个放在一起讲，是因为它们3个守护的都与水有关。其中 Waiti 是守护着所有的淡水以及淡水中生活的生物， Waita 则是守护着海水以及海洋中的生物。Waipunalani 掌管的是雨水以及人们饮用的饮用水，还有浇灌田地可以使作物生长的水。说到田里的作物，守护田里作物的星星是 Tupuanuku， 而掌管果实和天上飞鸟的星星是 Tupualani。 下面一颗星星叫 Ururangi， 它是掌管风的星星，可以使风吹动云彩。那么以上7颗星就是有一部分伊位所认为的7姐妹 Matariki 7颗星。那还有2颗分别是 Puhutukawa， 它代表着逝者，连接着亡灵与我们。还有一颗叫 Iwaiterangi， 它代表着愿望，也是许愿星，象征着希望与未来。2022年，新西兰政府首次将 Matariki 设定为新西兰全国公共假期，它是继怀唐1日之后第2个源自毛利传统的公共假期，而这也是新西兰第一次以原住民毛利人的时间观与世界观标记一个年终的节点。对新西兰来讲，庆祝 Matariki 这一新的起点，让新西兰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用原住民的星象节令设定国家节假日的现代国家。文化遗产并不是过去的标签，而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在 Matariki 期间，你也可以用 Manawatia a Matariki Celebrate Matariki 庆祝 Matariki， 或者说 Ngamihi o Matariki Matariki 毛利新年的祝福。你学会了吗？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见。Ka kite anai。